諗起泰國買樓，成日都聽到人哋講 Noble 呢個發展商喎，究竟 Noble 有幾勁呢？點解佢啲項目成日都喺 BTS 站隔離呢？今日我就同你講下 Noble 呢個發展商嘅實力。Noble Development 呢於1991年成立，佢喺1997年喺泰國交易所上市，而到而家已經起超過66個住宅項目，總值超過1328億泰銖，折合大概317億港幣。佢哋主打曼谷市區嘅中高端住宅項目，簡約嘅設計非常有空間感，代表住一種生活嘅態度同埋品味。2019年 BTS 集團正式入股 Noble， 成為 Noble 最大嘅優勢。BTS 係曼谷嘅空中鐵路，全程高架避開塞車，就好似我哋香港嘅港鐵咁樣。喺曼谷係一個重要嘅交通骨幹，覆蓋晒成個市中心嘅商業區。BTS 站完善嘅物業咧，其實等同於我哋香港地鐵站上蓋。佢嘅價值高啦，抗跌力亦都強，絕對有高資產增值同埋穩定嘅租金回報嘅效果㗎。目前 Noble 最大嘅3個股東係邊個呢？分別就係 Noble 嘅 CEO 潘通差、BTS Group Holdings、Fulcrum Global Capital。其中 Fulcrum Global 宏捷國際喺2018年正式入股 Noble。喺2026年已經成為 Noble 最主要嘅股東，負責 Noble 嘅海外市場營銷。Fulcrum Global 憑住多年喺海外房地產開發嘅經驗，團隊深明海外投資者嘅實際需要，早喺項目規劃嘅階段已經將你嘅需求融入設計入邊。所以你會發現 Noble 嘅海外物業資訊、售樓服務同埋物業配套，比起其他泰國發展商更貼近香港、內地同埋台灣投資者嘅需要㗎。嚟緊 Noble 咧有幾個非常之值得留意嘅項目㗎，想知道邊個項目值得入手，記得留意我哋下一集啦。